牧师透过这个我们熟悉的人物的故事，一起要来分享一个主题，是灵命的更新跟教会成长的关系。我们教会要复兴，有很多的寻求跟方法，但记得要有灵命的更新，我们才能看见这个复兴是有方向的，是有能力的，是靠圣灵的动工的。所以呢，我们刚刚读了这两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们刚刚举行了2018年的年度事工研讨会，我们把2019年的事工定了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更新属灵生命，建造荣耀的教会。那这个标语当然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事工的重点，不过我们有知道一个属灵的程序，我们都期待教会复兴、教会成长。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在各方面都有美好的服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一间用金钱或是人的能力所堆积的，而是借着在里面的成员，大家愿意跟神同工，被神所塑造，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改变。一群被圣灵改变的人，会有一个愚拙的变成有智慧的，一个骄傲的变成一个谦卑被主所用的，一个软弱的被神所用的时候，他是会成为一个像一只狮子，一只勇猛的马，能够往前奔跑。所以先有属灵生命的更新，我们才有这样的资格跟能力来建造荣耀的教会。2018年即将过去，我们回顾了今年我们所推动的事工的主题，叫做培育门徒精兵，拓展小组牧养。等于是我们门徒培训的元年。那我们因为在各样的筹备当中，一来要有师资，二来要有好的教材，三要呼召每一个弟兄姐妹已经预备好你的心意，愿意受造就。有一个受栽培、受培育的灵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在第一年呢，我们没有推出很多课程，但是有单元式的，特别是主要是以开设查经班为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的开始。等于先松土，大家愿意在查经班里面得到造就我们有英文的查经班，我们有华语的查经班，我们有台语的查经班。有一段时间我们举办了一个白话字，就是罗马字的查经班。还有我们青少年的牧区呢，也进行了一个查经。那我们是这样说，大家对圣经开始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愿意被栽培有系统的读经做开始。那我们在今年回顾这段历史呢，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刚刚说要开拓我们的这个小组牧养呢，我们有推动了2个牧区的增值就是保罗牧区跟基甸牧区我们分得更细一点有区长来带领，让我们各小组的栽培造就以及那个关怀牧养会更加彻底、更透彻。因为我们在大牧区的时候呢是很热闹，但是因为小组的人数有增加了，那彼此互动的那一个频率就减少了，那关怀的层次也因为人多就会有疏漏所以我们把牧区增加得更仔细，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小组更茁壮、更加成长。那也因为我们的牧区扩展之后呢，刚好我们今年呢迎接了一个幸福小组的元年，因为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就是怎么样透过小组来进行那个幸福小组。我们曾经用新人关怀，我们曾经用福音茶会。那其实这个新人关怀跟福音茶会，就是融入到幸福小组，让它有系列、有系统的带领一群新朋友，然后他们愿意透过在家里面的一个比较柔性的这个聚会活动。他们听了见证，他们听了基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教导还有很多美好的一个交谊，透过人跟人的关心，让他们心被感动。感谢主，我们
在今年的幸福小组，那前后后我们有2期，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个受洗，我们一共有77个成人跟幼儿接受洗礼。那表示说，我们这样的努力开始看见初步的一个痕迹，一个轨迹。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更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在传福音上面能够更扩展。那我们的这个小组的事工也做得更进步。那我们在2019年呢，这个主题更新属灵生命跟荣耀教会，我们是希望透过门训，第二年的门训，我们的互强门训2年呢，推动下列各样的重点的事工。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不是突然间想到了，或是说别人在做我们就来做，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互强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属灵的基础上，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经扎实的基础，而且又有一方面我们有系统的接受培育。那这些事工我们是大概有这几项哈。我们在前天呢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松土的动作，就是我们举行年终的祷告会我们邀请了陈清修牧师来指导我们怎么样进入深层的祷告，跟圣灵的沟通的祷告，然后被圣灵所遮盖跟充满。那这些可能你只了解了外在的形式，其实圣灵的感动跟动工是进入到你生命的深层里面。那你一些以前所接触的，或是一些伤害、一些营垒、一些恶者的攻击，常常在你心中产生一些捆绑。那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来清洁、来洁净、来破碎、来重新改变。所以呢，我们在礼拜3开始呢，就有连续8周的一个内在医治跟心灵重建的灵命课程。我们更鼓励，也透过幸福小组，还有我们的本身的细胞小组，能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这8周的一个灵命更新的课程，你会清楚，你会自主的了解怎么样跟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动工。其实原先的设计呢，门徒训练呢，它是一个1天半的密集的一个圣灵更新的全人更新的营会。那其实我们这个连续推动的各有它的特长，那我们会评估这个营会的那个效果跟一个礼拜的课程，两者哪样能够更适合我们的教会。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接纳圣灵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信主，特别是长老教会，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讲道听到的理解，都经过一段时间都有很基础的认识了。但是我们比较少去领会圣灵动工在我们生命的意义。那我们期待不只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的动工，一个完整的、一个没有缺陷的一个对圣灵的领受。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生命的课程来塑造、接受圣灵的改造，我们也能够更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在礼拜5已经有70多位报名了，我们期待能不能突破100个大家共同在彼此造就。因为一个团体的一个祷告那一种同心的呼求圣灵的动工会更明确、更明显，你的领受会更清楚。那期待我们还没有加入的赶快来做报名。礼拜3开始的，礼拜3晚上因为我们人增加了，所以我们在3楼可能不够用，我们周报里面要改成说在地下室地下室。那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个点火的动作，一个加热的动作。但是我们一方面迎接新的朋友加入，我们新的家人加入，我们老的会友有的可能从别的教会移到这边来的，有的是长期在我们教会成长的。我们期待重新在门训2年的时候，重新再复习一次，就是标杆人生的阅读。那不是说这本书是代替圣经，不是，是因为有一群非常棒的学者帮助华理克牧师，他们在牧养美国
在南加州的一个马鞍峰教会，好几千人的聚会当中，很多都是新的会友，他们可能一时热情说啊，你们马鞍峰教会有很棒的一个礼拜啊，我感觉很热情，很喜欢。但是到底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开始编写了42课，叫做标杆人生的课程，让所有的新旧的会友，凡是加入这一间叫做马鞍峰教会Shadowbank 这间教会，教会的一个训练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用42天就是6周来把整个生命的目的都研习清楚。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本书再重新整理，或是邀请大家新旧的会友一起来学习。他们这本书已经销售3000多万本全美国的畅销书。那这本书呢内容不会很深，而且一群专家学者所编写的，由华理克牧师来做总成的。然后我们透过小组，透过分享，而且也许也可以透过一个读书的一个读书会，一个研读班，然后从这样的经历来改变生命。那这本书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累积，而是点醒你怎么样执行，你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你的生命有限的70、80年或是100年，你能够活出荣耀主的人生。那它有很多的圣经的根据，它运用了好几处好几百处的圣经，在引导你把它做美好的整理。有时候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不要那么急迫的，好像让你读完就结束了。所以我们预计是1个礼拜才读两课，等于是2天1个礼拜才读2天，所以变成延长到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总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我到底为何而活了，清楚了，明白了，你就有目标。所以它叫标杆人生，是你的方向。你可能一生有很多的图谋，一生有很多的追求，一生有很多的努力有的是白花费掉了，浪费青春的；有的是忙了，到最后一场空的。但是基督徒怎么样找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目标，一个标杆，过这个标杆的人生？所以我们教会邀请大家，有的在10几年前这本书刚出版，大概已经15、16年了大家第一趟读的时候，那一本书当时是绿色的。那现在在今年他又整理了，因为是由原先的华理克牧师他们整理的多了2篇，原来是40篇，那现在变成42篇那特别是它里面有针对我们年轻一辈的年轻人，怎么样在你年轻建立你的人生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就精确的基督徒精确知道我的一生是为何而活。所以我们也希望鼓励我们的提摩太牧区有这一群大专的高中生一起来读这本书。也许我们教会呢也可以更优惠来鼓励我们这一群青年人，能够很早就扎实的清楚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那我们还印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就是我们大概有半年的时间，1周读2篇，还有一个小格子，你读完了打勾那也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的讨论跟分享。那牧师也会在每一个月挑选其中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在主日礼拜跟大家一起来更多的一个分享跟解说。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说，既然我们教会同步要走这一个受造就栽培的，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会想说这个我自己读几个礼拜就结束了，我很快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加入整个弟兄姐妹同心一起学习。我们资深的陪我们这个年轻的，我们理解深刻的，能够陪伴我们这个刚刚在学习的，也许是新家人，我们的新朋友。我们把这些人生的目标都内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彷徨而怀疑，
然后呢，我们一起要学习这一本标杆人生。那我们希望在这本书里面，它一共提出了5个大主题了哈，等于是1个月我们就把它读一个主题。我们希望能够了解5大目的，人生的目的。第一个，等于是1月份，算是第2月，因为我第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读前面那些引言了哈。前面已经有一段他没有换是这个目的，就是他直接讲说，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为什么要过一个这样的人生，我究竟为何而活？然后第2个月才是第一个主题哈，就是神已经计划要你为他讨他喜悦而活。神为什么创造你？神为什么让你放在这个点？换你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换你在富强教会里面，神创造你是为了让你讨他喜悦。第2个主题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读这个主题叫做神模造你，神在模造你，要你为神的家而活。上帝塑造你成为这样的个性，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生命性格，到底为了什么？那第3个就是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透过一些圣经的连结，让你知道说，我们说要学习像基督，我们要效法基督，怎么样学呢？才能够真正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第4个是你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我有很多的才能，我有很多的这一个资历，还有你的恩赐，到底你怎么样服侍神？那在这5月份第4个目的，你会学到这些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在6月份我们要学习的，你被造是为一个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你读了这本书，你个人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等于是全民运动的、全教会动员的，大家愿意学习。那有的小组已经都自己约好了，都约好说大家要读到第几章、第几节，大家要一起努力。彼此还互相赠书了哈，有的新朋友我们都买了送给他，其实1本才300块哈，大家如果得到了这些属灵的造就，那300块其实就像吃了一餐普通的简餐而已啦，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好，那灵命的塑造，再来是标杆人生的学习，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面读标杆人生，一面已经学习了我们的那个属灵丰盛生命内在医治的课程了，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门徒学校的一个上半学期。那这个原先的设计是要邀请新加入的新会友、新家人把10周的课程，把基础的真理能够学习一遍。但是我们在小会在研究的时候是说，我们新朋友学到了，那我们的资深的会友呢，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可能以前没有得到这个有系统的操练，是不是大家也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预计呢，在3月份推动了，也许为了配合大家的时间也许会开一个白天的班，那再开一个晚上的班。如果真的不行，我们还要再开一个假日的或是周末的班。那希望大家用谦卑的心态去学习，说我到底对3位一体的神、圣灵的工作，我对传福音了不了解？那透过这样的课程有10周的课程，陪的有的是资深的或是干部啦，我们陪新的家人一起学习。所以当然优先是我们辅长还有我们的小组，鼓励新加入的会友都能够参与这样的训练。我相信当然不能100%，但是只要越参加练习的弟兄姐妹，他就会一起在同一个水平一直成长。所以我们邀请新的朋友呢，能够加入这个灵命造就的课程。那第4个就是一个整体会友的一个栽培了哈。我们以前我们各牧区小组都有各自推动读经的运动，那我们希望能够提升为整体全教会的读经运动。所以呢，我们教育组呢特别编排了
有1年的，有2年的，那3年就没有特别编了，因为3年可以慢慢读哈。所以呢，有1年跟2年、3年，像卡片呢都放在我们的干事在楼下。你如果要阅读的话，你觉得说我的目标想1年就把它完成，那你就来领那个蓝色的卡，那是半年1张，因为它半年的卡刚好1张正反面，那下半年就另外1张。那你当然读第1天读完了就把它打勾如果没有读完，稍微做记录。那我们的那个设计很清楚，就是说让你礼拜六、礼拜天赶快补课，所以礼拜六、礼拜天没有排那个内容，但是等于1天的累积就多一点每一天读的内容多一点。但是如果没办法那天忙或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就在礼拜六、礼拜天把它读这样子。那我们期待呢，很多信弟兄姐妹他不会再问说你到底读完1本圣经没有？大家都已经说，我到底是读几次了，而不是读完了没有？那你1年读完也好，2年读完也可以，那3年也慢慢来，只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好，那我们刚刚谈的这一些是牧师先介绍明年我们上半年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希望你能够参加1项，至少2或2项，甚至全部都参加。那我们一起我们的小会一起努力，陪大家一起成长。那我们又回到原先的主题了，我们要愿意接受这样的培训，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接受培训呢？是因为你要从灵命更新做开始。当你生命被塑造了，被改变了，你才觉得学习这个有意义。你不是一个知识性的，或是自己拿了好多张什么证明卡，说你已经读完了，而是你真正在你生命当中愿意跟着教会的节奏一起走。因为当教会要转化复兴的时候，要领众人来归向基督的时候，什么样的因素才能真正达到？每一年都很多成长的策略，教会复兴的方法，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一种，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当你想说要用什么策略跟方法吗？有什么师资跟教材吗？这个都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最主要的关键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今天从使徒保罗他的生命改变，来看看上帝怎么样预备一个他所呼召的仆人来改变这个教会。我们都知道转化教会有很多步骤，但是其中一点很重要，是装备圣徒。所以意思是说，弟兄姐妹，你是圣徒不要把自己看轻了。你是神的门徒，你怎么样被装备？如果不愿意被装备，你说我是门徒，那是有一点夸张的。但是这个装备圣徒呢，有2个主要的主轴跟方向，就是说借由装备跟门徒训练，有包含一个信徒他有一个生命转化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在你生命当中被触摸了一个 event， 就是一个契机触到你。也许你是参加一个特会，你是参加一个属灵的聚会，或是你读圣经，或是你在人生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生命震荡得很厉害。那这个生命转化，你要去领受，然后再做一个有系统的装备课程。如果讲更简单的，就是你有重生的经验了，再加上你被培训了，这2个都一起累积起来。因为我们看见圣经上帝所创造伟大的人物，他们参与的事件，伟大事件的这个塑造，就是因为他个人生命转化做开始。换句话说，上帝呼召人来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件，他不是从世界人类当中挑选谁智商最高，谁的地位最高，谁的财产最多，都没有按照这样。他是要先让他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呼召，我们看见摩西被呼召，我们看见约书亚被安排接班，我们看见大卫，我们看见基甸，
我们看到很多先知，他们无一都没有一个意外，就是被改变，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要一起从保罗他的生命信仰改变，来看见神怎么样安排一位伟大的使徒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基督教。之前呢，我看到一篇报道，在2009年的时候呢，教皇当时的教皇叫本笃16世，他在罗马梵蒂冈宣布说，他们找到了使徒保罗的遗骸。我们知道哈，长老教会啊比较不注重这些，因为我们宗教改革之后哈，一些圣像啦、圣物啦、装饰啦，我们都把它拆掉。最原始的清教徒的教堂，甚至连十字架都没有。当然这个是他们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呐。但是天主教呢，它很注重圣徒的圣物、遗物，还有圣像这个都有它的美好的传统。所以呢，教皇那时候很荣耀的宣布说，他们找到了保罗的遗骸，而且他在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今得到证实，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充满深刻的感动。”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天主教的一个历史的渊源当中，他们认为保罗就是罗马的第一任的一个枢机主教，那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他们从这样历史一直渊源下来，所以有他们非常深的一个历史。那这间在哪边找到呢？就是当初保罗在罗马城郊被砍头，就是殉教的时候，基督徒把他埋葬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后来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罗马国教之后，他们就在保罗安葬的地方盖了一间非常漂亮的礼拜堂，就这间叫圣保罗礼拜堂，叫城外的圣保罗教堂。但是他们不是叫圣保罗，这叫圣伯多禄天主教的翻译不一样圣伯多禄大教堂是非常漂亮的一间礼拜堂。那这个是保罗拿的宝剑在前面的雕像，后面是那些漂亮的图画。那这间呢，这个是这个教堂一个大门，那个大门呢，除了中间有十字架的标示之外，一个暗暗的大家看不是很清楚，就是左边跟右边下面左边呢是一个人被倒钉十字架就在讲彼得。那右边呢有2个刽子手拿着长刀来砍跪在那边的保罗。他们把这些放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雕刻，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进去看得见清楚。好，那这个是他们礼拜堂里面金碧辉煌，可以说除了那个教廷里面那个大教堂以外，就是这个教堂是算是非常有规模的很多人也许有去参观过会被导游带领过。然后在教堂里面最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祭坛，那祭坛呢很漂亮的一个装饰，但是在最下面亮亮的地方就是他们传说就是保罗放他的棺木的地方。因为当时呢保罗呢被安葬，后来被用一个石棺把它放在里面。那这个是在小小的一个有亮灯的地方。那后来呢，他们为了纪念圣徒，而且是殉教的保罗，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开始就会到圣保罗大教堂，在那边做祷告，特别是在墓前做祷告。那他们的传说说2000年的那个石棺都没有人打开过。但是后来呢，因为科技发达有人在那个石棺的一个地方打了一个洞。然后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这些科学家呢用类似我们想象那种内视镜那种穿透这个孔里面夹了一点点里面的骨头拿出来化验。这就是那个教宗所宣布的说，他们经过碳十式的照射，知道这个骨头是初世纪，就是1、2世纪过世的人类的骨头。当然，要怎么样证明这个初世纪过世的骨头就是保罗的骨头，还是有一件需要厘清的部分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保罗他在天主教整个基督教历史的地位已经崇高到，你如果
把保罗的思想撤开，只读了四福音，你大概没办法了解现在的教会。所以等于主耶稣把福音传扬，把天国的福音传扬，那是保罗这个现在的基督教的样貌，是保罗的他的书信所塑造出来的。但是他怎么改变呢？那才是我们好奇的地方啊！这些图片都在记述保罗了哈。那今年呢有一部电影，很可惜我们的那个台湾因为可能不是基督教的那个国家，所以在电影院没有特别演出来，他只出了这个 DVD 了哈。我们好像机电幕剧有看过哈，有去买来看过，或是他今年演的刚新的出品的，而且是好像那个金刚狼那个主角来演的。那也许有空大家可以买来看看他的一个故事了哈。这是还有原声带，还有包括他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广告这是电影里面一个画面哈。整个故事，教会要了解，你如果要了解保罗的故事，你就是去了解这一个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最特别的变化，就是在9章记载保罗的演变。保罗是从不信神到遇见神，他的信仰因为改变了，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我们可以描述说，在9章1到22节里面所写的，他是从肉眼的黑暗，因为他遇到了一件特别，我们说刚刚讲的生命改变的事件，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心就打开了。扫罗的原名叫做保罗，原先是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的司提反，在那个现场，就是由保罗所带领的一群这个迫害的一群人，来让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来被杀。这个保罗呢，他意犹未尽了，就觉得好像想要到外地去大马士革，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的大马士革去那边再继续抓捕那些基督徒。因为在耶路撒冷开始迫害之后，有些基督徒就逃难了，就开始往外延伸嘛。圣经有讲说，因为这样福音也传开了，因为大家在耶路撒冷会被抓嘛，所以大家就赶快隐藏身份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保罗就见猎欣喜，还请了那个令，一个命令一个捉捕令，要去大马士革来抓基督徒。那使徒行传9章3到5节就描述他遇见耶稣基督的故事。第3节，在往大马士革去的途中，快到城里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仆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这就是保罗遇见的一个生命的事件，生命转化的事件，当然是很戏剧化的，也许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碰到，但是请记得，它的根基就是在于生命的改变。第5节，他就问他：“主啊，你是谁？”那声音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光线照射着他，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他说：“那个光线是四面的，四面照射着他。”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太阳从上面照下来，你会遮阳板，对不对？要不然就戴太阳眼镜。如果在四面都是空旷的地方，太阳在那边，你会转身你会闪到那个光嘛？但是他说这个光是四面八方照他，根本没办法逃，所以他就开始3天看不见什么，没有吃也没有喝。神透过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事件，让保罗看不见，而且他也没有吃没有喝，而且还派了一个使徒叫做亚拿尼亚来帮助他。17节继续讲说，于是亚拿尼亚去了，他进了那家，按手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啊，在你到这里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
要使你再看得见，并且受圣灵充满。亚拿尼亚的任务就一个，耶稣派他来看这一位当时在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刽子手。你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用人那么奇妙？很多热心的基督徒他用就好了，为什么用一个叛逆的要杀害基督徒的人？因为耶稣他的心意是要看见一个完全180度转变，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亚拿尼亚说，你要看得见，就是恢复你原先的肉体的眼睛，但是圣灵充满，就要让你看见原先遮蔽你的。遮蔽你，你认为说这些基督徒啊都是违背犹太教的教义，他们是背叛上帝的那一个错误的概念，圣灵一充满之后，完全改观。所以呢，圣经记载说，立刻有鱼鳞似的东西从扫罗眼睛掉下来，他的视觉又恢复了，于是他起来接受洗礼，于是立刻的一个改变，马上接受洗礼，完全没有一个怀疑的空间。马上就受洗礼了。我们看见保罗被使用有一个次序上的特殊的点。刚刚牧师不在讲说，我们欢迎很多新朋友加入教会吗？你愿意接受培训，因为你是一个门徒，要接受栽培，等于说你之前都不了解怎么样被培训，你先认识耶稣，先接受耶稣，然后开始接受培训。但是上帝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很奇妙的次序。保罗是他在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最严格的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犹太人最棒的学习他都学过了，耶稣讲的故事讲的比喻他也都听过了，只是他因为被遮蔽了，把耶稣讲的当成是敌对的，就这样而已。换句话说，保罗是先被装备好了，只是他不接受耶稣。已经各样都齐备了，然后耶稣临门一脚，灯光一闪，圣灵一充满，完全改变。所以刚读的圣经文19节到22节，你看，他说扫罗在大马士革跟门徒一起住了一些时候就是不长哦，他马上到各会堂去宣讲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他才刚认识耶稣，怎么马上可以宣讲？因为神已经老早预备好了，他是受最严格的一个圣经的训练哦，而且整个样的造就栽培都已经预备好了，只差他还没有改变，所以他是先受培训再改变的。一般是先改变再培训所以他说马上到各会堂，就马上会先讲耶稣而且把耶稣证明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如果之前没有这种学习，他怎么会讲呢？当然，圣灵的同工很重要，而且你看，连听的人都觉得很奇怪，说所有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这个人不就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门徒的那个人吗？他到这里来不是要抓信徒吗？要把他押交给祭司长吗？会不会他故意讲话术说：“哎呀，耶稣的门徒大家都一起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大家一群人就跑出来了，好像在引诱那些承认耶稣的人跑出来，然后他一笔把他抓出来。有人会这样想但是没有。他说，但是扫罗的讲道反而更有力量，他用坚强的论据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所辩驳。各位弟兄姐妹，从此以后，生命改变后的保罗成了传福音的使徒。他的教宗与宣教改变了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我曾经在早期看过一本书现在可能还有，它叫《欢天覆地》，欢天覆地一使徒，在讲保罗传记很多各种角度都有。期待我们要了解现在的教会是怎么来的，你只要读保罗的书信，你要读保罗的传记就很清楚那问题改变是怎么样的？保罗因为这样子有了天国的价值观，在我们读了第2段经文，他因为耶稣把至宝变成粪土，原来看重的现在不看重了。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他说：“
但是我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些看作亏损。各位弟兄姐妹，很关键的一句话，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之前我看到了硕荣长老他在分享他们在圣诞的餐会，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服侍的时候，讲了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一起要做主的工，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意见，怎么样同心呢？先看看耶稣，为了耶稣，我愿意这样做。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时间来教会呢？你用人的价值根本没有办法计算。我在外面1个小时，可能我的工作时间要赚多少钱？要这样算很难算啊。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摆上，我愿意为神来摆上。那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些看作是亏损的。不是金钱不重要，不是社会的整个资源不重要，是因为我为了耶稣基督，这一些就不再是我被我看中，而是成为我一个帮助而已。他说不止这样，我更把万事看作是亏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损失了一切，当作乐色，为了赢得基督。不是一种突然间好像踢笑就搞得这样子，不是啊，他是有目的的耶，他是为了把看作亏损，是为了要得基督。因为你只要被这些自私自利、为自己的人生的追求一充满你的心，你根本就把基督放在一边了。为了赢得基督，你整个人生观、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所以，我们有看到一件核心的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用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来让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改变。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读的经文，马可8章34到37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跟从我，就要舍己。你一方面带着世界的一个诱惑，跟世界的一个心意，然后要来跟随耶稣，就没有办法两全的。他说要舍己，背他十字架来跟从。3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是很奇妙的道理。如果你没有被生命更新，请记得，大概你看不懂这段话，因为你不能了解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所以被生命改变，就像保罗被耶稣光照了。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圣灵亲自告诉你，而不是牧师告诉你，是圣灵告诉你怎么做才是追随耶稣基督。他说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他能够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是天国永生的生命，是不被毁坏的根基。那你既然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你就是愿意舍己。所以最后，牧师诚恳的呼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无论是你是资深的基督徒，或是今年刚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开放自己，成为合主所用的门徒。我们知道，一般社会，你是个公司的老板，你是个企业的领导人，或是你一个主管，你用人的方式，大概世界的方法就是用有学识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有受人敬仰的，这些就是你的资源嘛。刚选举过后，哇，很多选举候选人都要找这群人来帮忙什么小内阁小团队都是用这种方法呢。但是上帝的方法就不一样，他的生命，他用生命被改变的人。包括耶稣那门徒都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大家记得，在血气的你的社会地位，在知识里的宗教信仰，在骄傲里的自信，都无法被主所用。换句话说，这个在人的里面看作是很让人家钦佩的部分，但在主里面一点都不看重。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被破碎，主复活的大能就没办法从我们老旧的生命彰显出来。
你怎么样让一个旧的生命容纳主复活的生命呢？不可能，因为被遮盖了，被堵住了，就像电流不通了，你的水管不通了，你的能力没办法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就没法带领人来信，得到福音的好处。各位，我们刚刚举办的福音幸福小组，你就发现说，为什么那些见证那么感人？是因为你自己现身说法，你经历了神的大能，你一分享，马上圣灵的能力又继续延伸过去。如果用一套理论、一套要说服人的话术，根本没有用，因为那是人的智慧。感谢主，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要教会被转化，从我自己被转化开始。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人对了，教会的事工就对了。你的生命对了，教会福音事工就很清楚。所以唯有生命真实遇见主，确实认罪悔改，所传的福音才能够有说服力。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就充满了神的光亮、光彩。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你本身就是一篇讲道，你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跟例子。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被神改变吗？你愿意在神面前撇空自己，舍己，愿意被神所充满吗？我们期待大家一起被主所改变。